民国113年的11月，伫高雄市有一个姓吴的查某人呢，伊是涉嫌甲盗窃犯的亲生后生甲苦毒甲死。外界是即期这社会局是有疏失，监察院调查了后公告这纠正案，认定高雄市社会局处理的过程是无够周至，也来影响到囡仔的权益。原来社会局是回应讲，会来建立这个机制，加强对风险评估的认定。真的是从床上摔下来的吗？高雄市这个姓吴的查某人，伫113年11月涉嫌苦毒1岁半后生，互法院裁定收押。因为这个家庭本身是高风险家庭，囡仔自112年6月出世，社会局都开案关怀。不过这1年半的时间，社会局小煞接到2届通报，头一摆讲喙皮乌青，后续认定无细儿童的，3个月后第2摆通报囡仔有受伤，所以因为阿母无配合访视，社工嘛无亲目睭确认囡仔状况，安置会议无提供完整的风险评估，囡仔无得到安置，和这条小小性命都安尼消失。即摆监察院经过调查认定，社会局的处理有过失，进行纠正。社工这边其实可以依照这个儿少权法来协请这个警政单位来协助，可是他们却误以为说这个部分必须要很明确的状况，他们才能够去请警政单位来协助。针对监察院的纠正，社会局表示，因为姓吴的查某人见摆当着社工要访视的日子，就会主动来报道，甲社工讲囡仔最近的状况，降低社工的记录。不过，针对这款高风险的家庭，社工确实无够警觉。因做这件代志了后，也专工设计一张6岁以下的评估表，帮助社工处理个案，嘛甲健康病期建立通报机制。本来约好的，然后特别他自己跑来的，这种状况也是不太寻常哈，也要特别留意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。后来我们其实6岁以下的孩子每个月都一定要看到孩子。社会局表示，无论是脆弱家庭还是低效保护社工，针对6岁以下通报个案，除了全面采用评估表以外，嘛要求逐个月拢爱亲目睭去确认囡仔状况。尤其访视袂使干那听家长讲的，搁爱多方面去查证，毋忘提升低效保护的防护网，互囡仔会当安心大汉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。